Shelly 咧係一位年輕嘅太太，佢同我分享咧，佢老公咧放工會行下公園先返屋企嘅，甚至咧食完晚飯咧都會話想自己一個人落公園行下。久而久之咧，Shelly 就同我講，佢話懷疑老公有小三，但係一直咧佢都屈喺個心度，又唔夠膽問佢老公。最慘係佢假設咗佢老公已經有小三，對佢嘅態度咧越嚟越差，佢哋嘅關係咧亦都越嚟越多摩擦。於是咧，佢就揾我睇指紋報告，亦都揾埋佢老公一齊嚟睇指紋報告，亦都做埋呢個夫妻拼盤。當睇咗大家嘅拼盤，就真係一目了然啦。原來老公咧80%嘅指紋咧都係充滿住空間、私人空間需要 me time 嘅指紋，而太太咧7至8成嘅指紋都係充滿住陪伴啦、擁抱啦，需要關懷嘅指紋。當我哋睇咗之後，都忍唔住笑咗一笑，可能係一個苦笑。當我哋了解咗更多嘅細節，就明白原來老公咧一直咧係好討厭話太太咧乜嘢都要黐住佢，甚至朋友嘅聚會都要黐住佢，佢覺得唞唔到氣啊，所以唯有放工啊或者食完飯啊，自己一個人去行下。但係當係明白原來太太同自己嘅天生嘅特性咁唔同，佢開始理解，亦都開始多一個體會體諒，原來係自己會唔會自私咗咧？淨係需要淨係尋求自己嘅需要咧咁樣，亦都太太一樣啦，亦都明白原來老公唔係有小三，亦都會覺得自己係咪太長咧？係咪真係自私咗少少，冇俾私人時間老公咧？其實咧，我哋每個人可能都係 Shelly 呢個個案，會唔會大家都係淨係 fulfill 緊自己嘅需要，忽略咗伴侶嘅需要咧？如果大家都可以了解自己多啲，優化咗自己嘅盲點，其實大家嘅相處都會可以好融洽㗎。希望今日呢個個案可以帶到啟發同價值俾大家。我哋下集再見。